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感界。我下面詹伟民来关心到台中第二选区，咱看到讲立委陈碧维这个罢免案吼，咱过去看到讲吼，为什么要甲这个陈碧维罢免？咱伫今年初然后看到讲吼，这个总部来成立吼，理由是啥？咱讲吼，当选存在吼，关这个台中火力发电厂一工吼无做够啦吼，另外还有支持内地入去吼，咱的这个国内等等吼，这是过去有一寡这个理由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咱这个过去陈碧维伫咧旧年来去当选，伊当阵得到这个票数差不多超过11外万票差不多过5成。咱我嘛讲到过去伊的这个对手是这个严宽宏嘛有人讲到伊这回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一个公民的角色伊讲伊是这个罢免的这个义工啦另外咱嘛讲到罢免咱讲伫咧后礼拜六特别来举行到底这个坎会过无过其实有一个真关键的，就是咱讲伫咧选区内底1/4的这个人口会过部分，咱就讲陈碧维是罢免成功，但是咱讲若是这个无同意的这票数赢过，同意的票数虽然炸过这个坎，也是无同意罢免所以咱讲只有一寡优切这个部分，咱亲像讲优大数安尼咱等下讲到这政治部分的优大数是啥物？另外咱嘛讲到这个原因啦可能是毋是伫咧罢免韩国瑜这个前高雄市长这部分引发到小连续剧的这个风潮。咱来看到讲，桃园市的这个议员王浩宇迄当阵是第一位，迄当阵无党籍的这个咱讲到黄捷高雄市的这个议员。嘛被罢免，但是无通过啦另外，咱讲陈碧维就是这个报复性罢免有人讲是安尼这个形容啦报复性罢免的这个部分伊是第3位啦若是真正陈碧维罢免过了可能后一位就是咱讲的重组的啦要来继续去罢免另外，咱嘛讲到引发到一寡对国会内底伊问政的这个表现也好，还是伊到底实际提案的这个部分，拢变做是咱讲政党一寡讨论的一个对象。咱来看到讲，国民党主席打新就任的这个主席朱立伦伊批评陈碧维是3-0的立委，倒3-0呢？伊讲0星啦就是讲这个公民团体无予任何的这个星，另外咧更加是无提案，另外咧那无提案当然就是无通过所以这是3-0。这个部分但是咱嘛看到讲，这个公读名家有另外一个数字啦个评选，咱讲陈碧维是真优秀的这个立委。咱嘛讲到即阵咱讲碧维伊是台湾基进的，咱讲这个立委，但是即阵嘛引发到哪力两大党做伙来去做一寡对话但是这个对话可能拢是呛来呛去啦但是蔡总统即回嘛徛上第一线，伊讲啥？伊讲。卖互认真做代志的人孤单台湾是一个民主侵华，应该是真着理性沟通的，毋是挑伫讲恶意来保护的这部分。但是咧，咱嘛看到讲陈碧维过去有一寡代志乌代志拢去用晓出来啦这个咱讲新入的中国国民党主席朱立伦伊嘛讲呼吁蔡总统同甲国民党做伙来反咱讲罢免陈碧维啦爱反毒反跋筊反咱讲车共弄了逃走这款部分咱嘛讲到后礼拜就是真关键的咱讲罢免的这个部分到底代志安怎发展？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对话。先来邀请节目顶3位来宾，拢是咱老朋友做伙来关心这个议题。第一位，咱要邀请台湾基进桃园东部执行长那树波，树波你好。你好，大家，我是桃园波斯波那树波。感谢树波。第二位，咱要邀请中国国民党文团会副主委吴祖铁，祖铁你好。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第三位，咱邀请是公民监督国会联盟执行长张宏林，宏林兄你好。是主持人咱两位来宾，咱所有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看到讲有人咧这边碧维伫咧选区啦，咱讲到伊的选区有够大，台中市的第2选区，你若是行大过沙鹿也好啦，龙井也好，这个大道乌日雾峰啦有人讲哇，伫咧这个选区看无到这个碧维啦但是有人讲伊伫咧国会这个问政嘛是真认真啦咱讲这回这个碧维伊开始用酷行要100点钟佮甲选民来盘烂一个啦昨慢慢出现，咱先做来看。陈柏惟加油！陈柏惟加油！台湾执政党立委陈碧维伫妈妈陪伴之下，要以100点钟行骗选区，争取支持者23投无同意票，反对伊的罢免案。当然罢免方会对我们一些事情有意见5项10项之类的，可是我们实在是做了3、4千项的东西，所以正在想说，那怎么把它有个架构化的方式讲给大家听，但是一直被讲成0分。
那我觉得对民众这个认知上也不公平，因为他被人家讲涉毒哎，我跟你讲哦，每个人爱孩子的方式都不一样，只是有的人选择糟蹋别人的孩子来成就自己的小孩。那我们都没有啦，我们就心疼而已啦，心疼啦，没什么啦，就是心疼。发起罢免这边的宣传车，也在选区游街，希望罢免案通过。我们选的不是马拉松选手，不是健走选手，我们选的是立法委员。你不好好在立法院监督，然后只是荒腔走板，被网友笑爆，被大家批评完之后，你告诉大家说我要去走路，这很荒谬啊！身兼民进党主席的总统蔡英文也在13民进党中常会对陈碧桂的罢免案表示，民主深化不应该是恶意的报复。蔡英文主席也听取秘书长报告后，也表示，他也要提醒大家继续关注这件事情，不要让认真做事的人孤单。台湾的民主深化应该是基于理性沟通，不是恶意报复。蔡英文向党员发挥唔通互陈碧桂孤单，暗国运动主席朱立伦说是安尼讲。过去涉嫌赌博、造逃，同时还主张开放大麻、开放毒品的这样一位立法委员，蔡总统，你的主张是什么？你要跟毒品站在一起吗？伊强调，这罢免以地方人气力量为主，若爱斗相共时阵，国民党会全力以赴。记者综合报道。是啦，大家关注到吼，伫咧咱讲国会吼，陈碧桂这个表现，有人讲伊吼质询的这个时阵吼，咱讲这个态度的这个部分也好，也是讲伊质询有内容啊无内容吼，也是讲伊真正是为着这个台湾本土来发声，大家有真侪讨论吼。啊，就国会这个表现，无共这个选民吼，拢有无共款的这个看法。先来请这个苏博吼，就这个点先来吼，甲咱讲一个针对这个罢免案吼，伊安怎来去做应用？我认为讲吼，这个朱立伦主席吼对咱这个碧桂的批评吼，自一开始讲伊林科欣、林提案、林通过3人的立委安尼这个讨论，我感觉这是一个真趣味的代志。吼，嘛像这意外，因为毕竟朱主席过去是嘛是咱桃园的政治人物。吼，不过若即届选主席了吼，小可会较走正气，吼，我会较好奇啦。吼，包括讲伊咧批评碧桂以外，吼，认为讲，这是毋是爱斗阵来反毒，吼，反跋筊，啊，一个反吼做事。都事都有，吼，但是，咱来看讲，咱来看啊，国民党过去提出的政治理论，就是讲这个提出的候选人，吼，应该用同款的标准来看待咧，吼，我是认为讲，咱对这个物件来是来看到讲，到底碧桂咧这年外内底，吼，一年外的这任期内底有好的表现无？吼，咱这嘛有一个统计嘛，譬如讲，咱民众的定情就2915件。吼，咱的会刊吼嘛有196届，吼，咱的口头的质询吼134届，吼，原则上，咱的立法院内底不只是出席，还是讲咧质询，吼，拢是用100%安尼来拍拼，吼啊，所以这就拄一个问题，就讲，咱认为讲国会议员吼爱咧国会吼做好伊的工作，是，啊，这个时阵就讲，你若无咧走地方 ，OK， 吼，啊，咱咧走地方就讲，你无做好国会的代志，吼，当然，我认为讲。咱作为一个新的进动，譬如一个新的领域，吼，咱咧学的物件，吼，咱学习的代志，咱改进的所在，吼，其实都有足侪，吼，问题是咱无好好花一个时间，吼，好好来做4年，做4档，做好做满，做互大家看，吼，啊，这个时间雄就要来罢免，吼，啊，甚至讲提出来志刚，吼，还是讲遴选，吼，是过去讲即阵咧国会的表现，无一定比譬如较好的。代表，那自然人就会怀疑讲，这为什么国民党要做这个做这个呼吁，还是做这个代志？甚至讲，咱真正输袂起，这就是人会怀疑的所在。是啦，就这个国会这个内容吼，这个朱立伦吼，党主席伊是讲是3人的这个位吼，啊引用的这个资料是咱讲这个落地啊这个国会啦吼，啊咱讲这个部分，咱阁先请这个主题吼来甲咱说明一下，真正是3人吗？他们讲到底是咪3人吼？我基进党已经提出告诉嘛吼，啊所以讲这互司法来判断啦吼。啊他们讲，咱伫即个选举罢免法内底，其实嘛无规定讲一定要什么条件才会使罢免。实在是安尼嘛。有当时这就是一个民众吼，一个情感，这个观感哦，到底有适合做这个立法委员无吼？啊所以讲当然，这个要罢免的、不罢免的，拢有提出一寡讲法啦吼。啊但是。民意真重要。我意思是讲，如果陈碧桂也做得真好，做得大家拢真讲甲学了，
啊，坦白讲，这个罢免这代志嘛袂安尼，即马安尼吵到遮尔迄落嘛吼，大家拢知影吼，大家拢总想要参与等等。啊，我的意思是讲，坦白讲，但要我私下我较熟悉啦吼，伊甲伊讲话啥物趣味啊啦吼，啊，但是啊，做一个立法委员吼，啊，较是有影，你做到这个位，大家就甲你检验嘛吼。啊，我第有一句话讲哈，你点较无网。坦白讲，我感觉最近啦吼，最近发展吼，我感觉已经超出吼，应该是基进党伊本身吼诶正经的这个手法啦。为什么？譬如讲吼，无久之前，陈佩维伊第一立法，伊质询咱的国防部长吼，啊，伊要求伊一定爱讲台语，啊，人无讲，个人讲阿爸，这个代志对伊有伤嘛？我伊意思讲，国会内底，拢会用，咱大家拢会使上好用吼，大家会使用诶这个语言嘛吼，啊，所以讲伊安尼做，颠倒是伤了家己啦，我感觉。啊，而且这段时间吼，看起来本来这个啥，坦白讲，本来这领令啊，罢免这领令啊，即摆拢吵起来。OK。啊，这吵起来对有利啊不利，大家会使去看。但是我感觉啦，每一项拢会做唔到代志，我嘛会，这讲实在话。即摆互人互媒体人吼，甲挖出来，讲伊较早10年前，其实10年前伊真少年啦，吼，讲有迄个啥，去弄车，甲人弄掉，啊，全绕跑去，肇事逃逸嘛，吼，啊，另外就是讲迄个啥，讲有一个游艺间，吼，唔知是有跋筊无，啊，但是有做笔录，确实伊有是开1000块，吼，啊，会开分，哦，啊，到底是咪跋筊我唔知，啊，但是伊第一时间是安尼讲法，伊讲我伫迄个游艺间内底，我是咧创啥，我是咧拍电动。啊，这个甲事实无合嘛。我意思是讲，做唔到代志，大家会使原谅，但是你的反省的能力在倒位啦。OK， 就是讲一个政治人物吼，这个部分吼，去用咱讲检验的这个部分吼，爱互真正展开来看吼，这是咱讲主题一寡这个建议吼。但是咱个回归头来讲到，伫咧立法院的这表现，大家才是关注，因为伊的这身份，伊的抬头就是立法委员吼。啊，咱嘛讲到这个朱立伦吼，引用的是咱讲的啊，这是这个落地啊吼，国会啦吼啊，但是咱嘛有一个公民团体吼，即阵洪林兄就是遮啦吼。恁的这个观察到底是啥物咧？是啊，我想我先简单一寡数字，互大家来看一下啦吼，就讲。当然，这立法院大家对立委的评价哦，我伫咧讲吼，咱拢尊重。其实愈侪这政党也好，愈侪民间团体愿意来关心，其实这拢是台湾民主的好代志。所以伫这个角色来讲，当然咱尊重你用无共款的这个咱讲标准啊。比如讲，你嘛会使感觉讲这个若无这出席开会，我就讲伊是上拗股的，会使啊，敢袂使？我若感觉讲，因后这个在预算内底有去当删预算，我感觉伊就上好。你嘛会使用这角度讲，伊就上好。这本来就做主观，但是咱讲到这资料，当然每一个团体伊的这个公信力，家己爱互人批判外口来检验啦。我刚才讲，咱看这寡资料，这是质量化，这内底无主观的价值态度。咱上无互大家看啦，因为咱立法院目前已经咧做是第4会期啦吼，即摆9月开始开会是第4会期，所以咱的评价是做第1甲第3会期。上无大家看资料会使看到吼，第一这个委员会还是议员会，还是咱委员会的质询吼。但比为确实咱想看到的部分，上莫讲你的内容，你感觉好甲歹？上无形式上来讲，伊的出席率拢是100%啦吼。你讲伊的这个咱讲到这个有关主题案的第一人啦，一般咱安尼讲啦吼，立法院内底咱是15个人，立委签名才有办法变成案件，再法律案再会使送去咱的这个定数的委员会。咱会讲到这15个内底，其实都有一个咱叫做主题案啦。主题案的概念，有讲咱定下讲是领衔人啦，对，咱会看主题案无一定一个人，但是咱咧看第一个人是毋是单笔位哦。上无咱看这个部分来讲，咱看得出来，伊第一这个咱讲到第一人的部分，伊嘛有10件，伊嘛有这另外一个部分，第2会期嘛有13件，再来总共伊的主题案第1、第3会期嘛有12件，当然伊的领衔的主题案有7件啦。所以要讲人，咱坦白讲，人是讲拢无停案。拢临提案这部分，伊阵主席的时阵吼，伊阵当然也未正式变是主席啦。我感觉安尼讲法是无够公平啦，因为伊讲的这个30哦，这立委的部分，咱小看到，这是第1、第10届、第3会期单笔位的这提案内底，其实伊做第一个人的这个提案的这个
案件总共有7个案啦。是。啊，当然了，我看到朱立伦的这办公室的发言人讲，无啊，这无共款啊，为什么无共款？伊吼是外交国防委员会啦，伊无外交国防的这个提案啦。我想这咱应该安尼来讲啊，就是讲，因为尤其是咱讲小党吼，小党大概要有一个概念。比如讲，咱不管是咱基金甲一党，甲一个人，还是咱看到这个咱讲时代力量的部分3色，咱的民众党嘛才5色，歹势咱立法院有8个委员会，也是小党绝对拢贴袂满，所以一个小党内底伊去提伊委员会以外案件，这叫最正常的。咱讲一个话，咱这个国民党还是民进党，敢无提其他伊家己委员会以外案件，嘛是有啊，因为伊的专长8个委员会，大家抽签嘛，无一定抽会到啊。所以伫这个部分，伊提其他的案，其实足正常。另外一个部分是，咱这是甲咱两岸有关系啦。比如讲，伊提案内底反渗透法哦，你看到伊提的案，包含这个入出国移民法，包含香港、澳门关系条例，包含台湾地区跟大陆人民关系法的修正。坦白讲。这若正常来讲，这应该算外交甲国防哦。为什么要讲咱台湾无个较奇怪？是因为咱的宪法内底，中国议题袂使算国外议题，中国议题应该要算内政委员会议题。所以你要讲人无，我感觉这较牵强啊。所以你用这个部分讲人是这个临提案有简化，了因的讲法是讲啊，伊无这个外交甲国防，但是人其他案有提，你爱讲好清楚，你简化临提案。确实有误导民众的嫌疑。另外一个零三读啦，我应该要讲哦，这个国民党跟民进党反射立委提案都无一定的三读。安怎讲呢？每一个会期差不多有1000外的提案，大概差不多100外跟200的提案会使三读。那照咱朱主席的标准哦，安尼爱叫人罢免的应该袂少哦，因为。提案的概念，迄是我的精神。比如讲，我虽然提这个案，即马未过，但这代表我的价值。这在咱的立法院的这个网站顶头，拢有你的提案。这代表阮的政党，还是我本人对这个代志的这个态度。这是咱爱该尊重。啊，而且要过这个，咱来讲过咱的想法，要三读的立法。其实这不是爱怪咱讲提案者。这边讲起来爱问迄个召集人，因为咱每一个委员会有2个召集人，咱就嘛爱问讲啊，召集人呐，这个案袂歹，赵吉林为什么要摆这个案？你骂你就爱骂这召集人，为什么无过？当然概括承受执政党，咱嘛坦白讲，然后伊嘛爱来支持啦。所以你要讲三读这么简化，讲免零三读这唔对。另外一个部分是不多法案是当会期提案的当会期三读，而且没有尝试。我即马提这个案，有可能在第3会期无三读，但我可能第5会期过啊。你爱甲我讨论是我这案是对啊唔对嘛？你若讲我这案是拗过的，你讲嘛？你若用这个这么简化，所以迄阵啊讲掠到，你若要照这个标准的主题，咱的第一人若要来算，歹势，国民党用掠到3个，佫无提案，真的没有主提案第一人，更不会有三读，所以要用这个标准。你若要定这个，我定咧讲生条，你若要定这个罢免陈柏惟叫做政治障碍，会使，我就希望你这其实对。大部分民众，这不是歹代志哦！你要做这么严格的要求，我希望国民党后摆就用安尼的标准要求伊后摆政治的代理人，每年的市议员，那么希望伊就安尼定。你有这个过去有主张，有这个违法，有什么酒驾，有诶无这个代志，厝诶伤有钱诶，即马吼你就拢该做一个标准。你后摆这种诶都莫该选，我感觉这都爱该拍破啊。这个标准咱应该感觉安尼定甲对啦。啊，另外一个林科兴，阮是较歹去做这个。评论啦，因为这是另外一个团体引用讲林科兴啦。但我应该讲，公都盟想要阮家己自律，在阮的办法内底，佫会讲你是立委3等亲啦。你是这个讲政党有歧视政党的党职啦，你跟立委有从属关联，咱拢希望在评鉴委员相关的部分爱做防堵墙，爱做自律。阮甚至内部的这组织章程修法，做过立委的，阮希望袂使礼拜，希望做旋转门的这条款。我应该讲，因为大家看资料，拢有知影讲，口袋国会毕竟还是朱立伦伊的岳父成立的这个团体啦。
我定咧讲，这毋是你政治人物的敏感度，你要用你亲情团体这个数字，你家己都要注意啦，无这会讲闲话啦。是啦吼，所以咱看到讲吼，到底引用这个资料来去吼，要做叫做咱讲罢免的一个理由也好，还是罢免的理由是800款吼，咱讲真正，你若是要用所有吼罢免这个理由来去看一个候选人，过去有前科啊无，还是讲过去犯过什么错，什么人无犯过错啦吼，咱讲若是要用共一个标准。好，安尼真好，这就是咱讲的单僻位的一个坎。这个坎后摆所有政治人物，你若是吼无这个坎，你后摆你就莫登记要参选啦吼。咱继续请教师傅啦吼，针对着咱讲罢免的理由800款啦吼，所以咱看到的真正僻位吼，伫遮伊讲吼，伊毋是歹人吼，伊绝对是爱台湾吼，啊有人嘛是用着。哦，咱讲吼，伊真正关心这个中国，比关心伊的这量子也好啊，大也好，学习也好啦吼，你安怎看咧？因为我认为讲吼，其实咱也是要强调讲，台湾基进做一个新的进动，譬如做一个新的立法委员，咱有足侪代志爱拍拼，吼，咱有足侪代志爱改进。不过，咱罢免的理由爱正确，吼，罢免的理由爱互人会使接受。所以，咱多多会注意到讲，主体遐讲吼，无理由敢会使罢免。我会提醒讲吼，若无理由，这罢免本身的正当性，吼，就会较少。啊，尤其是讲作为一个主席，吼，你要用一个调查的报告，吼，你用你丈人做的，吼，落地下国会这种物件来批评别人，啊，对你家己其实嘛无讲介好，吼，所以我是认为讲，咱要安怎来看这个罢免案，吼，譬如有足侪爱改进的所在，不过譬如绝对毋是讲敢顾台湾无顾台中，吼，那毋是讲敢顾国家，吼，无咧顾地方，我是认为讲，咱为大家讲的提案的部分，甲质询的部分，咱就知影讲，其实你咧国会有拍拼，有认真。吼，咱回头来看，吼，咱对即马开始哦，我这2天拢在台中啦，吼，啊，台中其实即个罢免甲被罢免这部分，咱真正就遮中性，吼，咱就提醒讲，像我真正手头这张图卡，吼，这一个路口罢免方的志工，吼，咱讲志工好啊，吼，拢总有几个人，13个人 ，OK， 吼，一个路口徛13个人，吼，啊，遮宣传车，吼，放送，吼，几落台，吼，4个房，吼，这一个所在啊，尔。吼，规台中有5个行政区，吼，每一个所在拢安尼，吼，啊是讲，咱就会好奇讲，到底这个罢免跟咱反对罢免的这个资源的差别，到底是差偌济？我另外是讲，到底咱撇位，咱个地方真正拢无做代志嘛？吼，咱就好注意讲，最近咱咧都注意防疫，吼，咱看到讲，其实撇位，吼，咧对咱，吼。有新的妇人，吼，咧争取讲咧拍即个预防针，吼，这部分其实譬如吼嘛咧拍拼。好，第二讲，譬如讲，咱的国军，吼，咱的国军咧对咱防疫做真侪代志，啊，除了物资，吼，咱刚讲拢无甲斗相共，吼，拢无来拍拼，吼，甚至讲，咱嘛注意到，学校有足侪老师，吼，伊咧即个疫情的中间，伊的权益，吼，权益受到影响，吼，咱嘛个争取到伊的纾困金，吼，甚至讲，咱的台湾人啊，要出国拍拼，要去出国比赛，吼，咱嘛先甲争取讲，迄要注这预防针，才有法度去比赛。是，吼，这个人，伊最近拄拍一个影片，吼，讲即件代志。是，所以咱会认为讲，其实咱会认为讲，做一个政治人物，其实无人是平淡的。吼，咱嘛无应该甲每一个政治人物讲，哦，一定是圣人，吼，拢无做毋到代志。吼，其实咱来看是讲，伊咧即个过程中间，伊敢有改变，伊敢有改善，吼啊，有法度互即个透过伊家己的改变，互即个社会变甲较好。所以我嘛认为讲，譬如甲咱台湾基进，咱绝对有足侪所在要改变，吼，嘛要较好。吼，在台湾基进才变成一个完全信任的进动。有影啦吼，所以咱讲着吼，每一个这个政治人物后摆吼，拢参选一致啦吼，你甲过去的物件家己写好清楚啦吼。啊，但是若是伊写出来，大家要去做检验，迄就是真明确的一个答案吼。继续，搁请教主题啦吼，头段这个吼，洪林兄嘛有讲着吼，单僻位这个坎，若是讲安尼真正咱后摆台湾的这个政治，嘿，真清气啦，你安怎看？不，这我无反对啊。坦白讲，这选举罢免法，即马民进党过半数啊，你看要安怎定，吼，安怎定出什么标准，会使啊。是啦，就是讲每一个党内这部分。是，但是我要讲，这是罢免是政治 ，OK， 罢免是法律，罢免若是法律，啊就好办啊嘛，你敢若法官判咧，啊就罢免啦，对不对？这是政治啦。啊，坦白讲，我袂讲陈佩慧完全无做代志，啊，只是讲你做对做唔对。
你是做1分还是做100分的差别嘛 ？OK。拄仔咧讲这伊的法案吼会提出吼，我坦白讲啦，这我无意见。哦，你要安怎帮伊辩护？哦，要安怎讲，拢好。但是我甲大家报告啦，投票啦，投票不管是选举还是罢免啊，其实咱读政治学就知影，迄是情感的投票啊，感情的啦，吼。为什么？伊就对你一个人的好感，有好感无好感嘛。是。啊，坦白讲，拄仔讲的嘛重要，伊到底政见有提出有实现无？吼，啊，代志有做对无？吼，公共的政策议题，吼讲出来，吼啊有提出无？啊对啊毋对？这拢会使去检验。只是讲到这个坎站啊，我坦白讲，你即马提出这吼，迄无法度打动这个选民的啦。OK， 因为伊即马伊互大家这个形象吼，也是讲一个感觉，已经定型啊嘛，是按定型安怎？咱会使知影，这个人对陈佩慧反对伊的人，想要罢免伊的人，毋是讲针对伊到底这个提案有几个，毋是嘛？主要是讲伊平常时咧质询的时阵，伊咧讲话的时阵。常常咧黑白讲嘛，我拄仔讲伊伫迄个立法院迄个质询的迄个区国政的迄个部长的时阵，嘛是安尼嘛。大家使去看伊伫高雄参加迄个活动的时阵，是安那用？我只歹势讲啊，吼，真正是垃圾话啦，吼。迄囡仔人拢袂使听的话，是。听咧，一直讲，对啊，伊拢袂记家己的身份，啊，佮台下遮济，可能18岁拢无满。伊有大度的即个观念，吼。意识形态，我拢尊重，这完全尊重。但是主要是讲，你做一个立委，莫讲做一个立委啊，做一个普通人，你嘛袂使讲用遮尔，咱讲真啊低俗啊，以语言去讲出来嘛。啊，搁另外，坦白讲，你也讲真正要认真去检讨。拄啊，当然一开始就讲啊，伊迄个人要选举时阵就讲啊，我讲我有做立委，我迄个啥中火发电厂，要互伊停工一工。伊到今仔嘛成立吗？伊讲歹势，我即个无做到。是啊。啊！你这无做，你即马才发生，啊，过去遮长的时间，你为啥无爱去推动？你为啥无爱认真的道歉？吼，等等。啊，过来，大家吼，搁一个做真异性的议题，譬如讲毒品。毒品伊讲伊要推动开放娱乐性的这个毒品，这伊家己讲的啊，你总袂使搁纠正去嘛。啊，你讲的话，你家己爱接受大家检验嘛。所以讲，这对，尤其是家长。对一寡少年朋友，这影响真大啊！啊，结果你提出这个意见，啊，过来，我坦白讲，咱迄个之前咱嘛咧吵下，迄个3马精的猪肉，伊赞成的嘛，对不对？国民党的立法院提案提啥物？要买国际认证的疫苗 ，OK， 伊反对，是啊，这拢有记录的嘛。OK， 咱等下好我来讲啦，因为咱昨嘛有看到讲吼，这个公办电视辩论会内底，嘛有参照咱头拄这个主题讲的吼，疫苗这个部分也是这个咱讲的吼，到底你过去吼承诺过，你到底有做到无？啊，但是咱先爱回应一下吼，因为国家语言发展法已经通过了吼，迄当阵咱嘛有讲到吼，伫节目头顶咱嘛有讲到吼，要实现到咱讲国家语言法的这个咱讲真正这个精神啊，迄当阵甲区国政啊，迄当阵是区国政吼，这个区部长啦，伊先讲啊，咱用共通的语言，但什么是共通语言？咱过去嘛讲过来，所有的国家语言拢是共通的语言啊，先伫遮吼做一个这个定性啦。过来请教这个吼，咱讲洪林兄啦，头拄啊，咱嘛讲到吼，真正是罢免理由，也是讲吼罢免的这个内容吼，真正是800款，但是咧，真正要罢免的这个部分，咱嘛讲到，即阵的看毋到加呢1/4啦吼，咱讲到过去的公民团体的这个诉求，甲即阵有一寡这个变迁啊，是真正。哪里两大党啊？因这个吼，这个咱讲的时代力量也好，还是讲民众党啦吼，还是讲这个基进者真正的这个民意代表，这代议士这部分，恐惊未来哪里两大党动员起来，要画向罢免，就会当罢免。是的，讲得真好哦。头先我最希望甲头的头吼到朱立伦的脸，讲我罢免这个政治的问题啊，我咧想擦菜其实做过什么代志？我就是看伊袂爽啊，这已经是政治啊！你捌读过政治学无？阮就是看陈佩云袂顺眼啊，敢袂使？我很想把刚刚的头剪成朱立伦的头，拍摄。我觉得这样子不行，拍摄。我刚才呢，他专业意思是讲这一个像，伊讲像咧看你袂使，无需要。伊是不是讲像咧做打手？那像伊讲像咧看你的表现，起码已经咧情感动员啊，已经看拍摄啊，阮就是讲我搁直接要甲大家讲事实的资料。这我想咱公都网的概念啊，是安尼，讲打手，我感觉这是侮辱。
来一个这个来做主持人，来遮做这，你哪会使讲我拍手？你搞我为你用是不了，咱是不是？啊，这敢唔是？咱头讲着，咱即马唔是咧讲伊的表现，咱主持人问我伊的表现，我咧讲这表现，讲即马上咧看这表现，你讲，即马已经是政治咧动员啊，伊是不是讲即马是政治咧动员？我是要安尼来讲啦哦，咱头先我主持人讲正对，原本咱是咧讲咱招人啊公道，甲招人啊罢免，是因为原本的门槛坎站伤悬，是，所以伤悬了后，咱感觉咱人民的权利，拢来这两大党，还是拿力安尼甲提起，咱有啥咱公民团体，咱看到一寡因蓝绿一起做歹代志的时阵，咱感觉咱这个权利，咱想要甲提转来，所以咱希望咱。第这两党，咱感觉做无理想的时阵，咱有一个公道，还是对咱罢免，咱的权利甲提转来。其实原本民间团体来支持修法，是因为这个原因。即马因为咱知影，咱也看过咱不分区的投票，咱拢台湾两大党拢30%的票，意思是啥？咱即马已经降4%。双4-1啦，拢降到1/4，意思是25%的人都会使甲另外一个党甲罢免。所以咱看到对咱第9届开始修法通过了，第一个支持这修法的时代力量，结果黄国昌叫罢免啦，吼，虽然无过。了后当然开始韩国瑜啦、王浩宇啦，咱的这个黄捷等等，甲即马咱看到这个刷落来，咱讲陈柏惟的这个罢免案。所以咱当然来思考啦，原本这个好意，咱应该讲原本门槛抗战这悬的时阵，唔惊你去动员啦，因为拢动员不会给啦，这不容易啦，因为单一投票没有合并选举。但咱原本好意是，咱要互民间的权利甲提上来时阵，要用政党甲当作武器，讲这就是政治啊，就是要甲你创啊，我有30%，我哪会袂使甲你罢免？我必须要讲，我持平来讲，我讲我打手，我讲这爱用偌抗议。阮第要主持咱节目要开始之前，我嘛讲过，你民进党你嘛偏袒你嘛爱摸咧，为什么？当初韩国瑜罢免的时阵，你嘛是政党旗仔插咧讲咱爱冲，拢共款。我讲过，你政党原本人降低了，迄是民间的权利。你政党要摕这个武器，另外攻击你其他的政党，你就有正当性的这个问题。因为门槛，我他特别讲啊。咱两大党拢30%都有支持，咱25就会使罢免，这就会变成咱台湾民主的灾难啊！所以这唔知讲，咱来持平来讲，这是当初大家做这代志了后，是不是了后是咱无要修法？因为这也是咱人民的权利，咱是爱政党因家己爱自律来做。另外一个部分是无办法，已经无办法要求，因那拢会杀到血流成河，这有可能咱就爱重新来对修法来做一寡讨论。所以我必须要讲。歹势，以咱广东的角色来讲，你的罢免，你哪会使讲唔是伊的表现？即马无咧看这罢免的理由，就说他没有在立法院好好做事。我头讲过吼，我这希望，咱其实以我这中性来讲，咱其实你若要讲一寡理由，我讲过，咱希望就是头先讲，你就做陈柏惟的坎，你就安尼甲定。你要讲什么？哦，我凊彩找恁上网站。青菜啊，那个吴思怀说攻击绕台不算是扰台啊，然后这个还有什么？吴敦义说蔡英文这个水不会砸爆啊，那还有什么？还有蒋万安也说那个韩粉都是一群不理性的人，我替你讲一个，都有啊。这个随便你讲这些理由，大家去猜一个啦。这多，那要用安尼标准的要来做罢免的理由，当然会使啊。你感觉目睭大、鼻仔大、鼻仔歹、皮肤歹，你要做罢免理由，这我感觉是考验咱台湾朋友哦，咱的民众对咱讲的咱民主，咱有机会来这个做这个代志，就是有人咧比如啦，就讲。咱的台湾的民主，敢若咧开一台车啦，这台车咱即马咧看这韩道路要安怎拍，要油门要安怎拉，甲袂冰车，咱即马咧学开这台车啦。所以罢免这代志，我若正面来看，这就是咱爱学习的部分。但是我应该爱讲咱讲正确的代志。你若要罢免，一定要有正当的理由啦。我感觉安尼也是对台湾较好，袂使用政治。你若要安尼讲，我讲过。后摆同款，咱连江都换另外一个人咧罢免，咱这波即马做的来引诱某个人准备要被罢免，这敢是台湾的好代志，我感觉大家要思考。有影吼，咱千万唔通变做是这个无限的这个汇款吼，伫遐踅来踅去啦吼，真正是踅袂出去。啊，这党去用罢免掉，我另外一党过来罢免这党的吼，所以咱看到讲台湾吼，咱嘛讲到吼，
选举有够济啊，吼2党就选一届，2党就选一届。啊，咱讲吼，这个有诶，这个县市政府诶，啊有诶选立委吼，啊真正若是要搁内底搁甲你用一个罢免，若是讲吼要搁一个公道，当然这拢是大家这个权益，但是若是变做是一个报复性诶这个部分的部分，咱讲吼真正对咱台湾的政治吼影响真无好啦吼，所以咱即阵嘛要看讲，虽然有人提出来啊，但是咱正当的理由到底是啥物啦？咱来看讲昨晚辩论会正当的理由啊，甲这个陈碧伟的这个回应到底是啥物？先做来看。在许多民众的眼中，他已经不再是国会的议员，而是一位只会把抗中保台挂在嘴边、满口脏话、谎言、制造对立、危言耸听的跳梁小丑。所以咱的言行拢希望符合一个国会议员爱有的地位。以及着对这个国家政府的尊重，所以我嘛真认真在学习。陈柏惟选前说，当选后当年的春节要让中火停机1天。当他开出这张支票的时候，就没有打算兑现，而且还大言不惭的向民众表示，春节期间已经大幅度的降载。农历春节期间，许多企业与工厂都会休息，用电需求会降低，降载是例行公事。陈柏惟再次用话术欺骗了选民。我承认。中火确实无停火停工一天。2020年的春节降载的量是9470万度的成绩，是2019年的100倍。陈柏惟先生曾在我们送出罢免人提议名册时，公开抨击想要罢免他的联署人都是假公民，甚至自诩为狮子，把民众比喻为猴子。我咧访问的时阵，迄个背景我人伫棒球场，咱台湾的棒球联盟有狮子队，也有猴子队。我的原文是：狮子不知道猴子在想什么，是指棒球的战术。针对他过往的肇事逃逸事件所犯下的过错时，却是支吾其词。事后又称因为家中的经济状况不好，需要打2份工。当天撞到人，并没有明显的感觉，可是，在警察巡线找上门时，却公认知道自己撞到人，又被媒体披露。榴莲电子游艺戏场，我们也想问，家中经济状况不好，却在赌博判决书中出现陈柏惟的名字，那你的经济状况不好，是不是因为经常出入电子游戏场所造成？我有良民证，我无前科。第二，伊讲我去跋筊，但事实上都无，我有不起诉书。是咱讲到吼，这个陈碧伟这个部分吼，罢免方这嘛吼做出着咱讲昨个这个辩论的这部分吼，咱讲哦，伊讲刚才要甲这个空中保台吼，咱讲吼这个满嘴拢是这个白贼话啦吼，啊伊讲伊是这个小偷啊，关心中国比关心良知较济，咱头拄有讲过吼，但是这个陈碧伟嘛有讲吼，针对伊的这个言论的部分，还是这个行为的部分吼，伊讲你若是要符合着国会这个地位，伊会认真来去做合适啦吼。另外伊讲吼，伊所作所为绝对无对不起台湾吼，当然，咱讲有人甲即张咱讲罢免的这个案吼，提升着讲啊，空中保台也好，还是讲对中国这个部分啊，咱么看到讲日本的这个议员吼，嘛有提出着吼，伫咧拷贝啦，新和这个议员吼，为什么会变甲一个咱讲国际这个事件去啊？本地就是一个地方的这个代志。苏博，我想吼，这个罢免不只是政治，嘛是要有是非啦。OK， 那投票当然投票是一种情感，不过咱来提起。投票嘛是一个理性的选择。咱对咱台湾基层来讲，其实咱对真侪政策来讲、提案来讲，咱有思考中这个法案本身咧提出了的实行中间，敢有出现什么细甲差，甚至讲有互人吼做有个空啊芳会使念。OK， 所以譬如讲，伊就讲咱来当迄个国际疫苗。OK， 不过伊咧法律内底，伊其实无讲着一条，台湾地区甲大陆地区的贸易。许可办法内底第7条第1项第13款，伊有一条讲，其他经过主管机关专案核准的物品，就才进口。所以伊即马讲，咱为什么来动这个法案？是因为这个法案若通过，国民党敢会用这条来讲要来进口中国的疫苗？是，这是咱思考的问题嘛。无，主管不是哦，这不是安尼讲的哦，伊会使透过国会来影响嘛。所以其实照来讲是讲，这个法案本身，咱若透过这个罢免的理由来看的时阵，咱会拄到一个问题是，咱用简单的表面的方式来批评譬如，不过咱无注意到背后这个理由，就甲咱讲猪肉同款，吼，美国牛、美国猪，伊咧进口的时阵，伊有一个贸易的办法，吼，咱台湾即马。敢有咧进口美国猪，甚至讲
含有这莱特多巴胺的猪肉，根本就无入来台湾。是。吼，不过国民党的好朋友，吼，虽然对那个美国猪批评真侪，不过美国牛嘛真侪，啊，这是不是互相的矛盾 ？OK， 所以我是认为讲，咱嘛要去思考一个问题，就是讲，这个报复式的罢免，对咱台湾社会伤害是真重。OK， 为韩国瑜开始，伊是一个高雄的首长，吼，啊，不过自伊的罢免开始，剩的拢是民意代表，啊，这个罢免的方式，敢会种报复式的罢免，对咱社会。对咱台湾的民主，敢真正是好的嘛？我是认为这是大家未来应该认真来思考的一个问题。是哈，苏波讲到吼，针对这个疫苗的这个部分哈，当然他都要有一个问题是讲到吼，咱讲这个口碑这个议员吼，嘛有参与到这回咱讲表态啦吼。苏波你安怎看咧？我看是讲表示讲这个台湾台湾的政治即马是基本上变成一个台湾、日本甲美国大家共同来关心的所在。台湾政治、台湾经济绝对唔是干台湾。是。虽然咱会看讲，这是地方的选举，一个国会议员的、国会立委的一个罢免案。不过，咱会看到讲，其实确实，自今年年初开始，台湾的防疫情况、台湾的疫苗状况，甚至讲即马台湾的政治对美国、对日本。对世界来讲，颠倒拢受到足大的重视。所以咱会看，其实这是好代志。是。有人愿意来看咱台湾代志，关心咱台湾，甚至讲伊做一个表态，我是认为讲，这是民主社会，是讲民主国家一个好的一个状况甲现象。有影啦吼，咱过去咧讲，咱的这台湾的政治即阵变做是一个热区吼，当然伫咧台中第2选区。尤其是咱台湾的这个热区，无想到讲真正，这变做是咱讲吼，可能变做是日本和中国吼事务上吼一寡交叉的这个热区啦吼。这个口碑这个议员吼，伊是写讲伊反对吼，伊是用这个华语的这个汉字来去写吼，伊反对陈佩慧吼被罢免这个活动吼，伊讲吼这是这关这个策略啦吼，啊要罢免陈佩慧委员有利中国共产党吼，啊甲这个中国咱中国国民党啦吼，另外要破坏台湾的自由民主主义的这个行为吼，伊是坚决反对吼。继续，咱个请教这个主题咯，你安怎看伊的这个部分咧？我先说明一下啦。其实拄啊进行到我有一寡交锋啦。坦白讲，如果我卖进行到卖扭曲我的话，我是真会使甲你这个讲歹势啦。因为我拄啊确实是无讲，大家拢是戆的，卖看伊的证件，卖看伊的提案。我的意思讲，这个阶段。即马讲迄有较慢啦，因为我讲大家对伊的迄个啥印象已经定型啊，我是这意思。啊，如果后要扭曲讲啊，你怎讲诶？这看伊的证件拢讲，我无得接受啊。但是我的意思说，我嘛无认为伊政党是拍手啦，吼。啊，但是如果你后要故意扭曲，我当然会安尼评论啦，吼。啊，过来是讲这个。日本的议员吼，支持，这应该是可能有介熟悉的款啦，吼。但是这种尊重啦，吼。但是我的意思是讲，譬如讲，拄啊，咱好朋友来讲吼，讲较早这个不管是疫苗啦，吼，还是这个来猪的部分，三马精猪肉的部分，确实坦白讲，国民党无100分。为什么？因为美国牛嘛开放啊啦。对，2012年的时候是马政府嘛，执政嘛，啊，迄阵嘛开放嘛，开放是啥？三马精的牛肉。但是卖袂记诶，迄阵开放牛肉，无开放猪肉，迄阵叫做牛猪分离。分离啦吼。啊，迄阵民进党敢有支持？有啊，有啊，有支持啊。迄阵国际标准出来讲啊，阮支持啊。啊，为什么牛甲猪要分开？因为咱台湾人食猪肉是食牛肉的6倍甲7倍。迄阵咱认为讲，你若开放猪肉，对咱台湾人的身体可能会影响。所以讲，你安尼决定。啊，无想到即马民进党执政啊。啊，较早甲对大家承诺。即马要拍破，啊！国民党犹原支持，犹原决心要抵挡这个三马精猪肉，啊！结果佫叫民进党，佫叫伊洗面，这无道理啦。OK， 当然这是民进党部分啦，但是屁股的这部分，伊讲伊投入这票，伊登这票，伫咧法院吼，起这个零，起这个钉吼，啊，就去用罢免，这真做是一个理由啦吼。不是啦，拄啊主持人咧讲嘛，罢免的这个理由800种啦，吼，你当然大家拢。各自的立场来去讲啦吼，那我的意思是讲，这个大家对伊的印象吼，毋是一天造成的嘛吼，是伊是按做立委开始，不管伊的讲话吼，伊的行为，伊伫立法院的质询等等足侪结合起来的，所以讲我的意思是讲到这个抗战嘛，我坦白讲，罢免啊，
不管你介意也无介意，坦白讲，伊甲迄个门槛下修，嘛是民进党提嘛，提出来嘛。我意思说，大家拢爱接受。啊，国民党有叫罢免过无？有啊，韩国瑜啊。啊，你讲韩国瑜互罢免是法律问题还是政治问题？政治问题啊！啊，迄阵民进党有落去甲斗相共无？上尾嘛是有啊。是，所以就回过头来讲，就咱讲四分之一哈，啊，尤其讲两大党哈，这到底要收啊，无要收，其实都是他都洪林兄一个吼提出来。会当互咱台湾的政治吼，爱搁一摆讨论啊，因为过去咱讲吼，要讨论的是咱讲吼公民的这个会当提出着罢免也好，公道也好啊，但是即阵吼无关于是讲尾后吼，咱讲也有一个政党的这个拗怨也好，拗怨也好啦吼，也是讲头拄啊主席所讲的，韩国瑜市长罢免的时阵，民进党有参与无？有啊，另外咧，咱讲着啊，这个苏破。这边啦吼，咱嘛看到讲撇位者啦吼，咱讲有绿色的这个朋友来斗相共嘛是有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个部分就是回归到咱讲真正公民参与的这个部分，尤其咱讲这个坎吼，那是安尼说，咱是不是变30%还是几%咧？是，当然这个部分适合伊，这就我讲未来的讨论啊。第一个部分我讲过，这就是做为难的，原本是咱叫人民的武器。我讲的人民，我必须要讲，当然国民党、民进党拢讲，我嘛是人民，我嘛是公民，安尼讲就无通去讲。我特别讲，总统修法的部分是咱咧讲是一般，咱讲着非拿甲绿，咱讲第三势力，还是咱讲一般公民，伊若感觉若蓝绿都横泄一气，拢无爱去做改变的时阵，伊有这个权利来做一寡代志无，所以咱希望咱招人啊，这个罢免会使降低。那我头讲到，那即马变政党来做利用，开始出一寡问题了，当然咱就要来讨论。到底还是原本的这221，还是变成231，这当然要来讨论啦。当然指责他讲的部分，我是要特别讲，因为我感觉咱做咧评论，尤其是国民党即马已经动员啊，咱还是要问一个代志，就是讲。你今仔日民众安怎想，我尊重嘛，对，我就看你袂爽，这是我的原因嘛会使。但你做一个上大的在野党，你今仔日来提出一个咱讲的诉求，你袂使讲，嘿，即马咱袂使看这，咱总是你家己爱问你家己。比如这嘛是咱正经咱看足侪人咧辩论内底，朱立伦你当然会使提你的理由，但咱即马来检验你的理由对无？是。即马你国民党要甲罢免讲，已经连情感啊，你莫看伊的迄个表现。即马就甲录起来，你后摆卖国民党，你用罢免的时阵，你讲广东话，你出来甲我讲，我是毋是有好啊表现？咱即马做讨厌，就是即种的两种标准啦。所以我讲台湾的悲哀伫遮啦，对不对？你做会使啦，别人做就袂使。咱即马咧检验国民党，共款是这个意思。所以歹势，我的意思是讲，咱民众安怎做，当然共尊重。但是你做一个政党，你开始代表坐这遮咧来做辩论的时阵，人有做代志无做代志无？你标准要安怎来定？你着安尼要求。我讲过，咱着做陈柏惟障碍。我头讲过，要讲这做趣味，咱个也袂讲了。头讲若要讲私言，叶玉兰有说宜兰人比较歧视客家人。啊，搁有啥？搁足多哦。这个咱搁有讲到这个洪秀柱骂香港反送中的年轻人是鬼小孩。孔文吉说，凭什么要北京放弃武统？是。这足多个是即马立委，啊，你要安怎处理？这个我讲话，你标准啊要定，你得一致。咱上讨厌部的这个代志啦。有影吼，咱头拄嘛讲着吼，即个立委有的是这个分区，有的是不分区啊，不分区的这部分嘛，有当时也嘛歹处理啦吼。来，继续请教师傅。我是认为讲吼，咱都有讲吼，罢免是一种政治，所以咱认为讲，确实国民党是一个政党，朱铁兄国民党是，严宽恒国民党，朱立伦嘛是国民党，所以即马国民党讲，无，这拢是民众的意见，我就是看这个情绪的部分，看这就小可淡薄是无负责任啦，毕竟这是甲贵党是有所关系一个罢免嘛，所以我是认为讲，大家要思考一个问题，就讲究竟这个罢免，咱要有是非，要有理由无？都喺投票，真正是一种情感，还是一种理性的选择？这人来思考讲，台湾的未来，爱咱咧用这种方式来决定一个咧国会即阵出席100%立委，爱安尼甲罢免掉吗？那安尼是毋是咱全台湾有偌济国会的立委，拢完全
安尼来办理，吼，这是一个真恐怖的代志哦，这是大家要思考的。有啊，然后所以咱看到讲未来这个政治安怎行吼，这个单僻为罢免案这关吼，可能是一个真重要的这个分水岭。然后咱讲到真正咱后边若是讲吼单僻为吼万不利，真正去用罢免掉，搁有一个罢免案起来，哇，真正台湾无完无了。然后咱看到可能未来这个政治现象就是安尼吼，报复性的再报复过来，再报复去了吼。但是咱无望安尼台湾政治氛围啦吼。另外针对着僻位的吼，这个罢免案各界这个回应吼，国民党台北市议员吼，这个市卡新吼，伊是讲着伊拢有去质询，无毋对，但是吼，这个内容吼拢是极端的这个言论啦吼。另外国民党立委洪明凯啦吼，伊讲高铁杀出着哇优惠券啦吼，是要护航着单僻位要降价。咱讲四大公投投票率，这是虾米款的这个理论？咱先来请主题。你讲这两位啦吼，咱国民党高铁这我真有意见啦。是，你来讲。高铁伤拄好啦，嘿，因为两届嘛，嘿，伊这届有推出优惠，顶届迄个要罢免韩国瑜的时阵，嘛有推出优惠嘛，吼，坦白讲，这互人质疑，就是讲你这是毋国家机器，吼，在动起来，为什么？因为大家知影，少年人可能较支持，吼。单僻位嘛吼，你鼓励这少年人等去投票啥？坦白讲啦，但是你毋是爱鼓励真侪人去投罢免票吗？是啦，拢鼓励啊，但是你这鼓励毋是所有的人啊，伊是针对少年人啊，所以讲伊也讲鼓励所有人，大家讲会使。佫会使接受，伊鼓励少年人回乡去啊，鼓励大家去投票啊。是啦，你鼓毋是啊，你鼓励所有人，为啥无爱对老大人等去投票？对不对？所以讲高铁要做这吼，我感觉是较迄落啦，较讲袂过。高铁即阵是杀这个大学生啦，大学生这个秋游方案对少年人优惠，你听无？这回是秋游啦。迄个韩国瑜嘛是共款嘛，时间上拄好，而且较早拢是那啥寒暑假，这个毋是寒暑假，当然有伊的理由啦，讲最近有5倍券啊啦，可能大家会使用的时候，拢好啦。我坦白讲哦，但是我讲的做法哦，一定会引起大家质疑啦吼。未来坦白讲，毋是讲民进党执政，国民党的执政哦，什么党拢有可能，基进党无定着必要的执政啊。但做这总是互人讲话啦，互人迄落。从后尾我补充一个就好啊，但为过去韩国瑜咧罢免时阵。伊嘛有参与啊，伊嘛讲要个罢免韩国瑜，叫伊等去好好忏悔啊，是伊讲的嘛。所以讲我会讲唔免双重标准啊。你过去讲，你讲伊讲的做的，拢会互并出来嘛。所以讲我的意思讲，即个不管是，而且即个罢免案的提出，确实是公民团体嘛，伊是头一线。你讲即摆国民党有参与，当然嘛有，阮主席拢讲话啊。民进党有参与无？有啊，蔡英文总统嘛在中常会嘛讲话啊嘛，拢是安尼。但是公民团体提出来，如果甲进党一个咧做，我坦白讲啦，罢免案哦，一般拢较歹过。这一定是足侪公民吼，还是讲这个选区内底的民众对这个立委有不满，才有可能变成一个气氛出来被罢免。无坦白讲啦，你讲25%。加嘛是加啦，讲困难嘛困难嘛，就是安尼嘛。吴国昌的案就是这个1/4无过啦吼，另外这个黄捷吼嘛是拢无过啦吼，但是到底会过袂过吼，其实就是看选民。当然有的人是真敢来去登这张票，当然有的人是用理性来去看讲伊到底做了好啊，做无好啦，还是讲看对台语这块吼，其实咱讲伊真正是有咧付出啦吼，伊讲。单僻位吼上在行就是讲台语话台独啦，但是讲台语讲家己的母语，讲家己的国家语言都会唔对啦吼，所以还佫有其他的物件无吼。但是咱讲到这个语言部分，自咱头拄啊吼，这个主题嘛讲到吼，伫咧吼接询这个区部长的这个时阵，咱讲这是上基本的这个大家尊重，大家无共款这个语言吼。另外吼历史吼这个黄帝英这部分啊，伊讲吼向少年人吼登去吼。家己的故乡来去投票啦，向台湾民主的这个三大敌人吼，反渗透是政治干预吼，当局威权吼，也是讲造谣吼，不然乌金派系政治 say no 啦吼。另外，大台中医师工会干事吼陈俊宏啦，另外。讲到吼，陈碧辉有争取到卫福部的这个补助，头拄啊，这个苏婆嘛有讲到吼，咱头拄啊嘛讲到，这个口碑这个议员吼，所以有的人吼，伫咧罢免这个部分，拢总有无共款的这个回应啦吼，有正面对伊的这个看待，有负面对伊的这个看待啦吼，咱讲后礼拜吼，就是吼真正这个登票的这个日子啊吼。到底吼，咱看到自这个2月初8开始提案吼，第一阶段吼过了，第2阶段5月初1啦吼，罢免案成立。
啊，当然咱迄当阵有受到这个疫情的影响哈，买手到咱讲的10月23，才要来进行登票。若是有过无过10月29吼，咱讲还正式做一个公告啦吼。上尾来个请教这个洪林兄啦吼，整个吼这个罢免案，咱真正莫亲像讲吼一个报复性的这个，咱讲罢免的这个无限的这个回款啦吼，咱的这个台湾政治才有好好行一日啦，是毋是安尼？是一定是安尼吼，因为咱也是希望啦，就讲台湾民主，我伫敢讲咱即马咧做侵华即个代志啦。当然，以咱的希望，咱江道明，咱的宾监，伫咱即马网站拢有，不管倒一个立委内底伊的资料，伊的即个有伊的聘任助理的即个一个月40万安怎用，有公开无？即个部分有做的人，咱拢希望该支持啦。所以伊的表现，咱是感觉咱应该要有理性的选民啦。咱定咧讲，什么款的政治人物是什么款的人民选出来，咱当然嘛希望，咱即个时阵就是什么款的选民来做选择啦。台湾只有安尼，我感觉较正面啦。我也是希望是，毋是要互倒一个党无去，咱希望是每一个党上好的人出来。当然，同款的罢免的部分，咱嘛希望大家是理性去判断。咱希望毋是迄种鼻啊大、目睭细，立委就爱做立委的代志，拜托莫互立委做里长的代志，安尼才是台湾的幸福。是啦吼，立法伊这个会期内底吼。必须爱伫国会出现，你就必须爱伫国会出现吼。伊讲吼，伊坐这个雾峰啊，啊去咱讲去乌日坐高铁安尼啦，嘛是真辛苦啦。要走这个地区嘛是有伊的这个困难度伫咧啦吼。啊，但是咱讲吼，10月23就是交互家己的这个选民来去做一个决定，啊嘛是真欢喜吼。这个3位来宾吼，拢伫遮贡献家己的吼意见吼。今日嘛感谢观众好朋友的这个收看，咱再会，感谢，多谢，感谢，多谢，感恩，多谢，多谢。